昨天买了一个猪手麦，一个旧手麦，一个一刀，还不错。又花4.3刀到另外一家店买了下家一个叉烧包，他们店员都不会讲中文的，味道是这个，但并不能说多好吃。洛杉矶好的一点是地铁公交1天5刀的上限，每天刷卡超过5刀它就不会再扣费了。点心吃完了，正菜来吃一家本地很火的汉堡店。至于为什么火呢？请看大屏幕，时不时就会飞一架飞机过来。有意思的是，左边那个广告牌上刚好在问这架飞机从哪儿来。没有大飞机吗？来一架大的，这个像是私人客一样。2.65刀一个大杯，早知道不选大杯了，因为它是自己打可以无限续的。加一个汉堡10刀，让他帮我分了2半。在餐厅这个泡汁还蛮辣的，汉堡包肯定是比那阿麦那些好吃。就没有一个带中文字的飞机。真的，才来这几天，我感觉晒黑了好多啊。日落时的光影更好，这是加拿大的。但是实话实说，我在上海吃过比这更好吃的汉堡，然后那家卖的一点都不比 LA 便宜。然后我刚去搜了一下外卖的单子，那家店已经倒闭了。No。今晚呢个夕阳还是蛮好看的哦，水管还拿个笼子锁起来，怕人偷水是吧 ？LA 的蓝调时刻。回清旅前到超市来采购点东西，0.39刀一个，买2banana。576742，40多人民币，我的个豆！我一老到国外就还挺喜欢吃酸奶的，因为它换算过来跟国内差不多价格。不能光啃面包，整点便宜泡面，0.6刀6742，4块多一袋。这两天看评论，有人推荐过这小麦汁儿，尝尝。睡醒后剪了一上午的视频，5份泡面加酸奶，还有昨天花3刀买的菠萝包。星光大道往前一直走，会路过唱片大厦，这一站地铁站叫 Hollywood Vine。我看到绿日乐队了。落个桥洞，里头又躺了2，真不是开玩笑，这边流浪汉是真的多。吐了，这个山真难得爬，能够住到这个山坡上的，应该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有钱的本地人了。我靠，这个门头格局跟小富后来发迹之后那个家好像啊。转角遇到爱了，这楼梯长得跟个城堡似的。这个地方像是前不久才滑坡过。你别说，那标志下方那个房子挺像 Michael 老婆的网球教练的房子。哇，这个落地窗的房间，改个电竞房不得爽烂了。看这个阳台上有一个小孩嚼着口香糖看着我，我在想人家出生，好漂亮的花啊！一个只属于你的王座，这是一个在私人领域的私人小花园，没有邀请，请勿入内。天哪，这个小孩得多幸福啊 ！The Garden of OZ， 这个世界上原来真的有人拥有这么幸福美好。不瞒大家说，那个游戏13年出的，我17年才玩大。并不是因为17年有条件了买得起了，这家人把自己的狗狗做成雕像放在了门口，是因为2017年公共网络场所出现了不需要灯号的单机破解版。So fucking pathetic, man. So fucking pathetic. 对了，那个游戏里的好莱坞叫Vinewood。真的，这个世界上最公平的东西就是时间了，它能带走所有人、所有事，包括所有的繁华、悲哀，还有流浪汉、富豪。管他是好是坏，先活着呗。反正你喜欢人也好，讨厌人也好，最后都是跟你同一个结局。不是，哥们，这么宽阔的地方，手机居然没有信号。其实咱们现在站的这点挺像 Trevor 第一次进城找 Michael 时，在洛杉矶外站的那个地方。上期视频评论区有人说我已经跨越阶级了，真不至于，兄弟。我现在在武汉买个好点的厕所都买不起。但是借你吉言，希望我以后能在武汉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落地窗江景电竞房。哇，好漂亮的楼梯！一下来4台消防车是闹哪样？人总是会变的，以前只想着自由，现在在自由的同时还想要一份属于自己的归属感。倒也不必说的那么文艺，其实就是野心膨胀了。这是嘛，送外卖的嘛。Gangnam Station 江南站，然后这边是韩国城，好多人在这条街上跑步啊。传说中屋顶上的韩国人就是在这一个片区。老外泡面太难吃了，到韩国超市买2包他们的泡面，均价2刀1包。老干妈和乌江榨菜在美国卖4.5刀。包含一小盒水果，一共买了8.7刀的东西，可麻了。这青旅寺的墙面上这个图就很有一种美式幽默。晚饭烤吐司，之前吃阿麦多的番茄酱给它抹上，把最后一袋这个难吃的泡面也干掉。这一小盒提子要2刀。哇，不错呀，和朝日一样，它不会回苦的。最后再描个边 ，Nighty night。